来继续来看这个花莲有旅行社为着要来冲业绩，串联着12间的民宿，拍出着2个人同行，1个人只要168块的优待，甚至进前有参加过1人1宿爱花莲的老客户，阁会当带免钱的。拍开车门，毋是去工作，是要去放松。露营车内面应有尽有，亲像是一房一厅的小套房。有些吃一些小饼干啊、泡面，然后这边都是免费的。这有一个天窗，就是晚上可以看戏。下当看海看天星，你是暗时拢浪漫。中秋连假大过，到月旅游淡季，业者出奇招。花莲有业者用100万的露营车来争取少年族群，虽然带一暗无俗5500起跳，不过会使用手当补助1000块，搁再加上特殊的优惠，想要揪紧民众的记忆。就当月寿星，然后有学生证，或者是以前有来住过的，其实都可以打9折。也搁有送夜市的消费抵用券200块。真后算个小资族咧，嘛免担心。当地嘛有旅行社串联12间的民宿，打出2个人同行，1个人只要168块，甚至也搁以免费的带暝来吸引老顾客。如果他们曾经有来参加过这个活动，然后他们这一次再来参加，我们就加码补助，有0元就可以住宿这样。真叫伫花莲地动了后，参加过1个人带1暝爱花莲的活动，就有机会免费入来带，一定要搁再带动一波观光消费。